雄有一间曾经得到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家常菜便菜，3月份首档关门了后，第二代接手重新来开幕，老顾客是烧蒸煮文来定位。同款真侪人推荐的台南汕头的鱼仔面，嘛是重新来开幕。虽然所用的拢是新的食材，人客也是学老讲真好食。 猪脚茶卤甲油金，看起来真好食款，配合口感柔软、实在新鲜的虾仁炒卵，变成招牌菜色。从台北来的，所以有来高雄的话，都会先跟老板娘预约，他会依照你的人数，然后你的食量去帮你安排你的菜量。重新开就来马上对，马上下来。 柜桌顶拢是招牌的菜，更加是内行人上喜意的。这间新开幕的餐厅是今年3月都结束营业，连续2年得到米其林必比登推荐，伫高雄20年家乡菜餐厅，第12第2代重新接手做生意。选这个地点，那是因为儿子年轻人的 idea， 用另外一种面貌给呈现。用新的店名，唔若用经典的菜色要找回在老主顾嘛，推出新的菜色，同款中出江湖的药酱。用高母鱼浆、无淋面粉做的面条，唔若 Q， 而且佫有鱼仔的香气，是台南这间汕头鱼面的特色。 是讲高母鱼量较少，好业者伫2020年底收起来，即马重返江湖，内行的赶紧要来试看卖。以前有来吃过，这要有吃过才会知道，跟一般的面完全不一样。个人喜好，如果说比较喜欢味道比较重的，就吃干的，配个鱼册汤或鱼丸汤都很好喝。现在做的时间会变成要多花1倍的时间，变成要控制力道。口感客人说差不多，都跟之前差不多。做鱼面40年的头家讲，即马选择货源较稳定的基鱼甲沙白鱼来做鱼面，虽然讲做的时间爱较久，但过为了满足这个老主顾，伊认为有价值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